续要来讲，这囡仔囝唔知影危险，可能会甲小物件甲踢入去鼻孔，或者是耳孔，这大人拢爱特别注意。伫高雄有一个3岁小女童，鼻仔倒边出孔，严重红肿佮烂去，引发着鼻道炎，而且佮是流鼻膏，将近2个月时间，落尾去看小儿科，结果医生伫囡仔的鼻孔夹出一块1公分半的大爪。 囡仔鼻仔无爽快，哭甲真大声。不过爸爸妈妈爱注意啊，囡仔这尔无爽快，有可能是鼻仔内底有物件。比方说，像左边的鼻孔里面有异物，它会去一直挖它，那右边就没事。那这个时候，可能就是有点问题了。来看这位囡仔鼻孔外面红个肿，乌甲强的瘤皮啊，原来就是这张1.5公分黄青色的大爪，掉伫咧囡仔鼻孔内底，掉了2个月。 像在鼻孔里面很容易造成长期下来会造成鼻窦炎，然后另外在耳朵里面的话，基本上一定会造成所谓的外耳道发炎，戳到耳膜的话就容易造成耳膜破裂。这是一个3岁查某囡仔，进前无细力甲大爪踢入去鼻孔，因为袂晓讲，家长无发现，尾仔流出来片真长，引起鼻道炎才发现。医生讲，有囡仔常在伫咧耍，拢会无细力甲物件进去鼻仔或者是耳仔内底，家长拢要特别注意。然后前阵子小孩子也会抠贴纸吃，我们会注意啦，就大人就要比较小心，比较注意。像他抽卫生纸有没有，马上就塞进去嘴巴，我就给他抢出来，然后在嘴巴看有没有卫生纸在里面，就给他挖出来这样。医师提醒，物件踢伫咧鼻仔，若是无紧清掉，就可能造成鼻道炎。囡仔若是卡袂掉伫咧乌鼻孔，家长拢要加注意，紧带去用看，才当确保囡仔健康安全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